1996年2月7日，5号飞弹顺风舰举行成军典礼。编号11-6的岳飞舰是继成功舰、郑和舰、继光舰后第4艘由国人自制的飞弹巡防舰。岳飞舰加装了美国派里级同级的 ECM 电站系统及水平稳定翼，强化了该舰作战能力与操控性能。高飞舰的成军代表咱国防的自主甲坚强，伫重要关头确保国家安全，维护社会秩序，守护政治自由、民主甲经济繁荣。1999年2月7日，有47年历史的成功岭大专集训班正式结束，进入历史。清晨6点钟，天还微微亮，4800多名最后一梯次的末代成功岭大专集训学生早已经整装完毕，见证自己结训以及大专集训班结束前的历史时刻。成功岭虽然结束大训大专兵的任务，不过后来自当年7月份开始，变成陆军军官士官干部基础训练基地，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任务。